送给大家。我们嘎根乐团为什么命名嘎根？是因为阿美族传统社会母系社会在招赘的时候，就是男方入赘到女方家的时候要敲击的一个工具。那透过这样的工具发出信息，发出美妙的乐音，把我们的喜悦送给大家。那来自东部海岸的美丽的声音，今天10月30号，很一期一会的来到星光三月这个美丽的场地，丰富了整个流行时尚非常先进、非常时髦的一块地区、一块地方，让音乐渲染在这边。那大家也在这里呢，听到来自台东阿美族的声音。那最后一首歌之前，嘎根乐团来到这里，演出30分钟，其实非常的短。知道我们从台东开车到这里要多久吗？也没有那么久了，这样苏花改已经很快了。好，大概5到6个小时，非常的久，回去也是5到6个小时。所以我们都想说可不可以演久一点？但等一下呢的组合更精彩，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留下来听。那最后一首歌之前，特别介绍嘎根乐团成立快20年的时间。在这个时间里面呢，我们陪伴了非常多的年轻人，住部落的小朋友。那在这里，我们收录了非常多声音，也参加非常多的比赛，只是我们没有讲出来而已，也是蛮厉害的啦。我们的专辑呢，入围了第23届金曲奖，是不是要讲一下？可是这里买不到。好，我们刚刚第一首歌没有演好，也没有关系。刚刚声音有一点点瑕疵，但是呢，如果你要听，也可以到台东一个非常美丽的园地，叫做东莞处。这一首歌呢，要再听一遍的话，要到那边。这首歌也是得到我们新北市鼓王争霸赛的世界鼓乐组的金鼓王，就是首奖。这首歌也是要。如果你们喜欢，欢迎你们来台东。最后一首歌约定，约定什么？我们明年再见，好不好？好。要问他们要不要？好。如果这里不见的话，我们去台东好不好？好。现在疫情已经比较舒缓了，我们应该要多在外面走走，对不对？对。对，就是花东是非常美丽的地方，也非常适合消毒的地方。好，最后一首歌《约定》，你可以听到一个笛子叫做莫拉克笛，那也是在团长制作纪念莫拉克风灾的时候，海岸线一整片什么漂流木，而且那些漂流木是怎么样？牛樟枝啊，红块啊，一些非常珍贵的木头。那团长就想说，好可惜，怎么样让这个木头可以继续有生命的延续？就透过这些木头制作了一个笛子，叫莫拉克笛，让我们的年轻人来演奏的时候，可以记得我们要跟这个土地很亲近。要跟这个大地呢好好的一起生活，要爱护我们的大自然，也要彼此相爱。所以这首歌也是最后嘎根乐团带来的一首歌曲。希望呢不见面的日子彼此相爱，在很多不一样的情况里面，一定会得到很多很可爱、很恩典的一些欢解。那最后一首歌约定，希望可以约定明年再见。
设计了一个